你们敢相信就在祖国西北有一个城市马上要消失了吗？这里就是甘肃的民勤县，曾经有外国学者断言，10年之内这个城市将不复存在。而当我听到这样的话，我便不再犹豫，独自开车2000公里来到这里。本以为我已经做好了足够的准备，迎接沙漠的洗礼，但当我此刻身处于腾格里沙漠之中，我却看到了这样的一群人，他们90%以上也都是女生，平均年龄20岁，只因那心中共同的约定，不想看到这里被沙漠吞噬。说我是虚荣心作祟也好，说我是被他们感动也罢，此刻的我就是想要记录他们这平淡而又不平凡的世界。他们告诉我，他们义无反顾地从天南海北来到这里，承受着来自不同的压力。这中间或许有家人的反对，有身边朋友的不理解，但此刻的我真的好想说，你们在我心中是最棒的。你们在沙漠中种下的万亩梭梭树，我也替你们看过了，他们也正在这片荒漠中茁壮成长。请你们放心，那些外国学者10年消失的断言，我相信很快也就会被你们亲手打破，变成绿洲吞噬沙漠。